6個星期，我由糞蟲變返個攝影師。Carol 公司嘅幹細胞技術救咗我。我係 Carol 珍，從事幹細胞生意10幾年。BNI 係一個好好嘅平台，俾我揾合作夥伴拓展生意。幾個月前會有 Jackie 嘅一次中風意外，俾咗好大啟發我。我係生態攝影師 Jackie， 突然間中風咧，確實打亂晒我所有陣腳㗎，完全行唔到，影響晒工作，個人非常之彷徨。我搞咗保險索償之後，第一件事我就諗到 Carol 嘅幹細胞技術。我即刻 send 報告去馬來西亞俾教授醫生做評估。我哋嘅實驗室有 GMP 認證，提供政府同埋國際認可嘅醫療方案，而整個療程都係由幹細胞科醫生負責，至今已經處理超過1萬個個案。先付出後回報一直係我營商理念。我當初分享知識，今日得到成個生態圈嘅回報。多年嚟嘅信任令到我同 Carol 成為對方最強嘅後盾。當身邊嘅朋友同埋客戶面對危疾嘅時候，都可以提供到安心同埋安全嘅醫療方案。預防勝於治療，所以我而家遇到一啲三高嘅病人，都會 refer 俾 Carol。客人去完幹細胞療程之後，會去到我哋診所進行一個點滴跟進療程。咁我就會接手客戶康復後嘅肌力訓練啦。我喺 BNI 6年，過往我累積俾出生意9700幾萬，收穫750幾萬。除咗馬來西亞，我哋已經拓展至日本、台灣。我會繼續努力喺 BNI 發展我嘅幹細胞事業。透過 BNI 3個月，我已經組織到我嘅 Power Team。你話加唔加速？